嗱，咁既然你構思呢首歌嘅時候咧，已經諗咗好多，即係你哋自己嘅優點啊，或者自信方面嘅嘢。咁嗱，而家俾你哋自己各自講翻一個，你覺得係你自己最優秀喺 Mirror 當中，你係最突出嘅嗰個優點，俾其他成員係優勝嘅一個地方，你諗唔諗到咧？即係喺你哋自己構思嘅時候。如果係要喺 Mirror 入邊嗰度比嘅話，咁就冇辦法唔講我呢個三眼皮。因為如果淨係計 Mirror 嚟講，應該淨係得我一個人隻眼係有三眼皮，所以我可以攞翻呢個優點出嚟講。我諗你呢個應該超出咗佢本身預想我哋會回答嘅範圍入面。我哋嗰次嘅創作咧係本身我哋諗住一齊互相寫嘅，咁但係因為阿 AK 就都時間比較抽唔到時間，咁我幫佢寫埋啦，咁啊我叫佢寫低自己嘅優點，我幫佢組織翻一段詞，所以我收到三眼皮嘅時候，我有一下係咁都當係優點咩？咁我都唔可以輸噶嘛！我有諗過，咁我就將我自己即係食雲吞麵會落辣油，即係呢一個咁精細嘅秘密講出嚟。秘密啦，係啊，我最後冇。如果你問我嗱，你問我自己覺得自己優點，我覺得鬼馬。其實我覺得話我鬼馬會貼切過話我正能量嗰樣嘢嘅。正能量，係啊，因為我覺得鬼馬呢樣嘢可能都係嚟自貪玩啦，係啊，同埋你有心有力去玩咧，都係能量嘅一種嚟噶嘛，係啊，我覺得自己係呢一隻多啲。